一天的台语课。嘉欣老师，你今仔日要教咱啥物咧？香菇的语字咱咧头一个是啥物？是香菇卡，伊只香菇卡的作用是啥物咧？伫香菇包啊扑出来的迄个部位。哦，就叫做香菇卡。哎，咱做伙讲一遍哦。香菇卡哎，老师，后一个是啥物咧？是香菇炖，香菇炖伫倒位？伫遮。安尼香菇炖的作用是啥物？我拢望食来决定这个好啊袂。若是好啊，我才会慢起来。哎，咱做伙讲一遍。香菇炖好，老师，后一个是啥物？是香菇膜啊，香菇膜伫倒位？伫遮，伊亲像红山，嘛是我上喜意食的部位。安尼足重要哟，咱做伙讲一遍。香菇膜啊，老师，上尾要一个是啥物咧？是香菇啊包啊，香菇包的作用是啥？伊会洗香菇，哦，安尼要偌久的时间？从心的甲扑出来要半年，安尼咱慢几遍？慢3-4遍。哎，咱做伙对大家讲一遍哦。香菇包啊！